دوستان به کانال ما ابنا شوید. باید هممون این دستایمون را شوییم برای بیماری خطایی。第一步，洗手法。人的双手用处很多，容易沾染各种污物和病菌。洗手是预防疾病非常有效的方法，正确洗手很重要。让我们一起学习7步洗手法吧。洗手前，请先摘除手链、手表等装饰物，用流动清水湿润双手，涂抹肥皂。第一步，洗手掌，掌心相对，手指并拢，相互揉搓。第二步，洗背侧指缝，手心对手背沿指缝相互揉搓，双手交换进行。第三步，洗掌侧指缝，掌心相对，双手交叉，沿指缝相互揉搓。第四步，洗指背，弯曲各手指关节，半握拳，把指背放在另一手掌心旋转揉搓，双手交换进行。第五步，洗拇指，一手握另一手大拇指旋转揉搓，双手交换进行。第六步，洗指尖，弯曲各手指关节，把指尖合拢在另一手掌心旋转揉搓，双手交换进行。第7步，洗手腕，螺旋式揉搓手腕，双手交换进行。洗手时应稍微用力，每个步骤重复5至10次，认真清洗指尖、指缝等容易污染的部位。洗完后用纸巾擦干双手。